4月18日，受难日，耶稣的受难。经文诗篇22篇。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我哀嚎求助，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？我的上帝啊，我白天呼号，你不回答；我夜间哀求，也得不到安息。但是你被尊为圣者，是以色列颂赞的对象。我们的祖先信靠你，他们信靠你，便拯救他们。他们向你哀求，就逃脱了危难。他们信靠你，不至于失望。然而，我不再像一个人，我像一条虫，被人藐视嘲笑。看见我的人都讥笑我，对我摇头吐舌说：你倚靠上主，他为什么不来救你？上主若喜欢你，为什么不来帮助你？上主啊，你使我安然出母胎，我做婴儿的时候，你保护我平安。我一出生就投靠你，我一离开母胎，你就是我的上帝。求你不要远离我，灾难到了，我却也求助无门。许多敌人像公牛包围着我，他们像巴山凶猛的公牛围攻我，他们像吼叫的狮子，张口要吞吃我。我的精力消失，像泼在地上的水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我的心像蜡块融化在内脏，我的喉咙像尘土一样枯干，舌头粘在牙床上，你竟让我在尘土中等死。作恶的人结伙围困我，像成群的恶果困扰我。他们撕裂了我的手脚，我的骨头粒粒可数，仇敌都幸灾乐祸地瞧着我。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又为我的内衣抽签。上主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救主啊，快来救援我。求你救我脱离刀剑，求你救我的生命脱离恶狗，求你从狮子口中抢救我。我在这些野牛前是多么无助啊！我要向同胞宣扬你的作为，我要在他们的聚会中歌颂你。敬畏上主的人啊，你们要歌颂他；雅各的后代啊，要荣耀他；以色列的人民啊，要敬畏他。他不忽视穷苦的人，不忘记他们的苦难。他不但不抛弃他们，反而垂听他们的呼求。我要在全会众面前歌颂你的作为，在敬畏你的人面前献上我许下的愿。贫穷的人都得饱足，寻求上主的人都要歌颂他。愿他们的心永远愉快，愿地上万国牢牢记住上主，归依他。愿万族都敬拜他。上主是王，他统治万国。地上高傲的人都要俯伏在他面前，一切必死的人都要敬拜他。世世代代的人要侍奉他，人人要向后代述说上主的事。未出生的将要听人说，上主拯救了他的子民。马太福音27章32节到56节。他们出来的时候，遇见一个古利奈人，名叫西门，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各各他，意思就是骷髅冈。他们拿了掺着苦胆的酒给耶稣喝，耶稣尝了，却不肯喝。于是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抽签分了他的衣服，然后坐在那里看守他。他们在他头的上方安了一面罪状牌，牌上写着：这是耶稣，犹太人的王。他们又把2个暴徒同钉在十字架上，一个在他右边，一个在他左边。从那里经过的人侮辱耶稣，摇着头说：你这想拆毁圣殿，3天内把它重建起来的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救救自己，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祭司长、经学教师和长老也同样地讥笑他说：他救了别人，却不能救自己。他不是以色列的王吗？要是他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他。他信靠上帝，
自称为上帝的儿子。好吧，现在让我们看看上帝要不要来救他，连跟他同定的暴徒也同样辱骂他。中午的时候，黑暗笼罩大地，约有3小时之久。到了下午3点钟左右，耶稣大声呼喊：以利，以利，拉玛撒巴各大尼，意思是：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旁边站着的人有些听见了，说他在呼唤以利亚呢。其中有一个人立刻跑过去，拿一块海绵浸在酸酒里，然后绑在藤条上，要让他喝。其他的人说：等着，我们看以利亚会不会来救他。耶稣又大喊一声，气就断了。这时候悬挂在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2半，大地震动，岩石崩裂，坟墓也被震开了。许多已经死了的圣徒都复活起来，他们离开了坟墓，在耶稣复活以后进圣城，在那里有许多人看见了他们。看守耶稣的军官和兵士看见了地震和所发生的一切事，都非常害怕，说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。那里还有好些妇女从远处观看，他们是从加利利跟着耶稣来服侍他的，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、雅各和约瑟的母亲玛利亚和西比泰2个儿子的母亲。分享：受难日的英文是 Good Friday。有什么值得称为好的呢？神学家 N.T. Wright 曾说过，若要真正谈论十字架，就不能不谈罪恶的问题，而十字架正是上帝对这个问题最决定性的回应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受难日的好，其实正是来自上帝如何处理世界和人心中的邪恶。受难日是上帝那令人惊讶的回应，不是借由路加福音9章54节门徒所期待的从天降火，而是借着他唯一的爱子，成为那位甘愿受苦的仆人，以爱承担这一切的恶。这一天，我们不只是纪念十字架，也是直接面对我们内心的失败与破碎。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真的重，重到需要一位无罪的救主来承担。这一天，耶稣的呼喊：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穿透一切黑暗与邪恶，让罪的喧嚣无声。十字架虽是一场最黑暗的不公义，却也成了上帝带领迷失的浪子回家的道路。这一切的罪都落在耶稣身上。祷告：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一的上帝啊，今天我们愿意停下脚步，真实地去面对我们的罪，那是那么的沉重，以至于耶稣为此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请你帮助我们，不要急着跳过十字架去庆祝复活，而是让我们先在十字架下经历那比罪更深的恩典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反思：一、为什么在受难日我们要正视自己与整体社会的罪呢？这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？第二，在你目前的生活中，有没有哪个人际关系或者是处境，是上帝在邀请你像耶稣一样，用受苦仆人的方式去回应，而不是用论断或者是报复呢？第三，当你经历了痛苦、失败或犯错的时候，耶稣曾经如何在那当中显明他同在与他的爱呢？